今日1月7號，2026年開局相當之風起雲湧，亦可以話係波濤洶湧啊！而家就話盧比奧要做委內瑞拉嘅總督，原因呢就係原來川普一搞掂馬杜羅之後，就宣布美國將管理這個國家，直到我們能進行一個安全、妥當、明智的過渡。喂，其實你要過渡啫，你要做啫，但係你可以唔需要咁張揚咁講出嚟㗎嘛。政治嘅嘢就係咁㗎啦。有時你只需要做，係唔需要講嘅。有時你講咗就當做咗㗎嘛。你使咩咁張揚咁樣講出嚟呢？即係叫做又俾人哋一個口實。你而家咪即係叫做殖民主義咯，係咪啊？阿侵爺就不嬲都係大嘴巴，呢鋪真係有少少叫做勝利沖昏了頭腦啊！跟住嚟講下啦，委內瑞拉出事之後呢，伊朗仲話佢同委內瑞拉嘅關係呢就非常緊密，保持聯繫嘅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伊朗都喺委內瑞拉呢都有投資嘅。咁啊，講下第二樣嘢先。伊朗本身而家就自顧不暇，仲邊度得閒理出邊嘅投資啊？因為經濟問題就搞到民怨四起，而家就示威繼續持續緊。伊朗而家就宣布話呢，未來4個月向每個公民發放1000萬里亞爾，即係幾錢啊？哇，54個半港紙。諗住咁樣呢，就可以叫做解決下呢個經濟問題。我諗應該冇乜可能啩。伊朗一個普通家庭一個月開支差唔多係港紙要1500蚊。呢個一般家庭唔知幾多個人呢？我諗斷估當4人啦，俾個50零蚊，你覺得有咩作用呢？真係冇乜作用。咁啊由佢啦。咁我哋睇下伊朗嘅星盤先啦。鬼佬呢度等等啦，鬼佬呢度呢，就揀咗一個日子呢，就1979年嘅4月1日。咁呢，我就冇用呢個嘅，我就開咗另一個盤。等我一等，嚟緊就係呢個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揀咗2月11日嘅，就係呢個盤。原因係點解呢？我哋睇翻啲資料先。當時就係話應該係1979，係啦，1979年呢2月11號，霍梅尼就任命咗呢個叫做巴扎爾金係伊朗嘅總理，正式就接管咗政權啦。嗱，呢度已經接管咗政權，就廢除咗呢個君主立憲制。巴列即係正式嚟講就係巴列維王朝滅亡啦。咁所以就話你已經接咗政權啦。一接咗之後呢，無論你有冇宣佈你係乜嘢國家或者國號，其實實際上你已經掌握咗呢個政權，亦即係掌握咗呢個國家啦嘛。咁所以我呢就冇用到嗰個4月1號，我就直接用咗佢接管政權呢個命盤嘅。咁我哋睇翻啦。2月11號呢個命盤呢，就係有功立命，命度呢就叫做維土5度嘅。維土呢個係指28宿嗰個宿度啊。咁而家嚟講，佢大概就行到邊個宮位呢？大概就行到呢個宮位啦，即係流年啊行呢個宮位。我哋睇翻原局，原局呢度呢，就有一個地號喎。睇翻佢流年行嘅呢個宮位呢，就有一個叫做大號喺度嘅，唔係天號，講錯啊！呢度有個天號喺度嘅。跟住呢，流年就叫做天厄，對宮呢就有月撥，呢個係原局嘅月撥啊。跟住木星，好啦，跟住行到呢度，呢個都係原局嘅。原局呢，呢度有個叫做火日真光嘅，就水火相克。土星呢，原局就逆行，
木星呢都係逆行嘅，火星呢就速，咁啊變咗火星速嘅意思就係相對位置啊。嗱，記住係相對位置，佢會行得快咗。因為之前講過逆行嘅話，你有聽我就知啦。因為都係相對位置，你就會覺得行快咗嘅。咁即係話呢個火日真光嘅景象呢，就會更加之刺激嘅。咁啊，去到而家流年大概呢個位啦，佢係呢個叫做牛金宿。咁呢，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，如果而家金星出事嘅話呢，伊朗就一定出事。但係而家個金星呢，應該只能夠話係小事，所以唔係好大鑊。理論上呢，如果佢捱過咗5月呢，就可能係會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大概咁上下啦。伊朗嘅星盤呢，就講到呢度，跟住我哋睇啦。普京同伊朗嘅關係呢，就係非常密切嘅。正路嚟講，如果而家伊朗出事，本來普京呢應該都有啲力可以幫下佢嘅，只不過之前佢就唔肯同烏克蘭和解，就簽翻咗個約，而家就唔知佢點算。就算伊朗今次都係因為經濟問題，如果普京仲可以俾到錢、科到水俾佢嘅話呢，正路嚟講，照計就應該冇乜事嘅。但係不過而家普京都周圍要撲水，所以基本上冇乜可能。一係你就夠僵少少，普京你就直接派軍隊入去幫助呢個哈梅內伊，可能呢都可以搏一鋪嘅。咁另外一位當然就係董事長咧，佢就照計都有能力派兵，但不過斷估佢應該唔會咁做啩。喂，會死人㗎喎，呢啲嘢係咪先？普京加埋董事長，正路嚟講呢，佢哋都應該係靜觀其變，唔會有啲乜嘢動作啦。而家睇翻阿川普呢位哥哥仔，佢就話又講格陵蘭。咁啊，呢個唔係新鮮嘅話題，因為之前已經講咗幾次啦。但係點解佢今次又要重提呢？可能真係心急啦。原因可能係美國佬嘅對家都喺格陵蘭插咗支旗，而且格陵蘭個位置又近美軍一個軍事嘅地點，加上董事長同埋普京都喺呢一邊呢係有發展嘅，而且仲有北冰洋航道，理論上都係一啲戰略位置，所以阿侵爺先至咁急於要控制翻個格陵蘭。喺而家咁樣環境之下，其實真係可唔可以等伊朗呢邊呢，叫做點樣講呢？安定咗落嚟，或者話知道有啲咩眉目之後呢，你先至再講格陵蘭好過啦。雖然歐洲佬呢班友呢真係撲街嚟嘅，因為本身呢班友懶，之前就靠美國佬嘅保護。你諗下，烏克蘭而家搞成咁，你班歐洲佬係咪應該要負翻啲責任呢？其實美國佬係睇死你班呢咁嘅法國佬、歐洲佬呢啲呢，即係睇死你哋嘅。咁所以佢冇辦法之下呢，就真係要攞翻個格陵蘭嘅控制權。如果唔係落入對家手中嘅話，咁你話俾我聽點算呢？係咪喺侵爺嘅第一任上任嗰陣時，已經叫你班歐洲佬要加強軍費，到而家雖然話就話有乜鬼8000億計劃，實際上咁呢筆錢點用？幾時先可以真係攞出嚟用呢？同埋你而家烏克蘭，你可唔可以即係自己搞翻掂呢？如果搞唔掂嘅話，咪又係要美國佬幫手，係咪？如果你班歐洲佬真係咁憎阿川普嘅話，就不如叫佢翻去美洲，就唔好理歐洲呢邊嘅事，由你哋自生自滅。咁樣你話好唔好呢？係咪？去到今時今日咁嘅環境，如果你班歐洲佬仲唔知死嘅話呢，之後嘅路我保證你一定難行。咁啊，今日呢就講嘅嘢係咁多先。
多謝晒，拜拜。